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Winky 啊。今日咧特登用廣東話同大家傾下偈，係咪覺得好親切呢？係啊，我本身咧就係廣州人，我啦好為有自己有廣州市戶口而自豪噶。其實咧，不管係北京啊、上海或者廣州啦呢啲大城市嘅戶口啦，真係稀缺資源嘅入轉嚟嘅。大家咧都好想走入一線嘅城市，無論喺教育、生活或者係工作方面啦，都比較有優勢嘅。而家咧有好多嘅朋友咧，反而想衝去海外去攞綠卡。記住啦，綠卡啦唔係改國籍，而係啦多咗個身份，背後啦揾緊嘅係更低成本、更豐富嘅資源同埋更多嘅機遇。咁綠卡咧到底值幾多啦？雖然啦冇咩官方嘅定價，但係啦就教育、就業同埋生活便利呢啲隱形嘅回報咧，輕輕鬆鬆咧可以慳個千萬啊！而家啦辦綠卡嘅成本咧真係好抵嘅。EB5 投資移民啦，只係80萬美金，仲可以5年返還。實際啦支出咧，淨係申請費啊、律師費啊呢啲大概70萬人民幣啦，就可以一家幾口咧都可以搞掂啦。咁重點係2026年嘅9月30號前啦，喺呢個新政嘅窗口期錯過之後咧，呢啲費用咧就可能會翻倍啦。對比特姆普嘅500萬美金穿金卡咧，而家呢一個項目咧真係性價比之王。信息差就等於係財富差，好多人啦都唔清楚呢個綠卡嘅好處，唔好要俾認知局限環住你嘅選擇，越早辦咧就越着數。如果啦你想快啲攞到綠卡，歡迎留言啦。